廠址位於美國緬因州嘅 Transparent Audio， 主要業務係設計同埋製造各類型化燒接駁線材。旗下產品總共分成10個系列，零售價從幾百蚊到幾十萬港紙都有，可謂豐儉由人。波仔今次就挑選咗其中一個注入廠方第6代生產技術嘅 Ultra 線材系列，同大家分享一下當中嘅製作精髓。Ultra 線材系列包括有模擬信號線、唱盤信號線、耳機線同埋喇叭線。整個系列所採用嘅導體屬於廠方特別訂造、雜質含量極低嘅 OFXC 無酸銅，配合由唔同種類物料所構成嘅屏蔽同埋絕緣層，成功締造無損耗傳送。除咗導體質量之外， Transparent Audio 對於接駁插座嘅質素要求亦都非常之高。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Ultra 系列所採用嘅 RCA 插頭同埋喇叭線產品所使用嘅 Y 型純銅線叉，表面都會經過鍍金加工，除咗可以進一步加強傳輸效果，仲可以防止長時間使用之後出現氧化嘅情況。另一方面 ，Ultra 系列嘅線身響出廠之前都會裝上一件可以防止靜電侵襲嘅黑色尼龍網，同埋經過特定技師精心調校，有效消除諧震干擾嘅網絡模組。至於 Ultra 喇叭線所使用嘅網絡模組，底部仲會裝上4組避震釘腳。如果大家對 Transparent Audio Ultra 線材系列有興趣，歡迎親臨尖沙咀 Hi-Fi Gallery 影音科技查詢。多謝大家支持，下次見。